這段來自莎士比亞《錯誤的喜劇》的戲劇獨白，展現了亞德里安娜 Adriana 激情而複雜的性格。當她面對她認為不忠的丈夫安提福勒斯 Antipholus 時，情感強烈。獨白一開始，亞德里安娜帶着諷刺的語氣說：是啊，是啊，安提福勒斯，裝出一副陌生與不悅的樣子吧。這句話立即營造出一種對峙的氛圍。他指責他有其他情婦，強調了他的懷疑和嫉妒。隨後，亞德里安娜回憶起過去，當時的安提福勒斯曾無需催促就發誓對他的忠誠。這種過去與現在的對比，凸顯了他們關係的變化，強化了他言語中的情感衝擊力。獨白的結構由指責轉向絕望，亞德里安娜懇求道：別把自己從我身邊撕扯開。這句話表現出她對丈夫的深愛及對失去他的恐懼，即便她心中充滿憤怒。莎士比亞在整段獨白中運用了生動的意象，特別是在水的比喻中，你落入那破碎的海灣斜線，就像水滴墜落其中一樣輕易。這個強烈的情感聯繫。獨白後半部分氣氛變得更加陰鬱，亞德里安娜想象自己不忠的場景。這種角色顛倒的設想凸顯了他對自己忠誠的堅持，以及他在安提福勒斯被視為背叛時內心的痛苦。在這段獨白中，亞德里安娜的性格熠熠生輝，展現出她作為一名意志堅定、充滿激情的女性形象，對丈夫的愛深刻且執着。她的情感從憤怒、絕望再到自我憎惡，描繪出一個複雜而令人同情的角色。整段獨白的語言充滿修辭手法，包括重複那從未和反問句怎麼會呢？我的丈夫怎麼會呢？這些技巧增強了台詞的情感張力與節奏感。總體而言，這段獨白是一場情感表達的精彩演繹，展現了莎士比亞塑造多面角色的能力，並深入探討了愛與婚姻的複雜性。對演員而言，這段獨白是一個極具挑戰性且回報豐厚的機會，可以深入挖掘亞德里安娜的內心世界，將她動盪不安的情感生動地呈現在舞台之上。錯誤的喜劇，戲劇獨白。亞德里安娜：是啊，是啊，安提福勒斯，裝出一副陌生與不悅的樣子吧。你那溫柔的目光如今屬於另一位情婦。我已不再是亞德里安娜，不再是你的妻子。曾幾何時，你曾無需勸誘便發誓，若非由我親口所言，沒有任何話語能令你耳中覺得悅耳。若非由我親自展現，沒有任何景象能令你眼中覺得悅目。若非由我親手觸摸，沒有任何接觸能令你覺得溫暖。若非由我親手切割，沒有任何食物能令你覺得可口。怎麼會呢？我的丈夫，怎麼會呢？如今的你竟與自己形同陌路。我稱你為自己，因為你竟對我如此陌生。而我與你是不可分割、密不可分的。我是比你自身更珍貴的一部分。別將自己從我身邊撕扯開，因為你要知道，我的愛人，你要從那破碎的海灣中撈回一滴水，且讓那水滴不增不減，不受污染，也如同要將你從我身邊帶走而不傷及我一樣困難。倘若你聽聞我行為不貞，並且我這奉獻給你的身體，竟被粗野之欲所玷污，你難道不會對我唾罵、踐踏？不會朝我臉上甩下丈夫這個稱號？不會撕下我這污穢的罪人額頭上的皮膚？不會割下我這隱藏着罪惡的手指上的分界，並以心痛決絕的誓言將其毀滅？我知道你會的，所以你就照着做吧。我已被奸污的污點所佔據，我的血液已與慾望的罪行交融。因為若我們兩人合為一體，而你卻行不忠之事，那麼我便吞下了你身上罪惡的毒藥，被你背叛的慧行所污染。因此，請與你真正的分床維持和平與忠誠。我雖受冷落，卻保留貞潔。
而你則無損於名譽。